大家好，我係 Flower Spirit 嘅 Arona。你有冇覺得塔羅牌好似好神秘，好想知多啲有關塔羅占卜嘅嘢？又或者好想去學習塔羅占卜，但係就唔知應該點樣去入門？又或者睇咗好多有關塔羅嘅書，但係都總係唔知道究竟點樣去幫人占卜或者解牌呢？咁我嘅塔羅占卜網上課程就係專為初學者而設計嘅。從零開始，帶你進入塔羅牌嘅世界。我呢係由10幾20年前就開始接觸塔羅牌噶啦。最初呢只係為興趣嘅啫，咁之後呢就開始業餘咁啦，咁用塔羅牌去幫人占卜啊，解答一啲內心嘅疑難啊，同埋做一啲嘅心靈諮詢嘅。咁最初即係幫朋友嘅啫。咁經過10幾年嘅實踐同埋經驗啦。咁我其實咧體會到或者覺得啦，塔羅牌咧唔單單只係一種占卜嘅工具嚟嘅，更係一面咧好似能夠照見自己心靈嘅鏡咁樣嘅。咁由2015年開始咧，我就正式開班去教授塔羅占卜噶啦。咁希望將自己嘅心得同埋對塔羅嘅理解啦，一一咁同同學去分享。咁個目的其實就係希望培育更多人以塔羅牌作為占卜啊、自我理解啊，同埋身心成長嘅一個簡單嘅方法。咁10幾年以嚟咧，從現場嘅占卜啦、面授教學啦，去到今時今日嘅線上教學，咁我其實都見證咗時代嘅變遷。但係唔變嘅係乜嘢嘢咧？塔羅始終都係一條橋樑，帶領人開展佢哋嘅內在智慧同埋心靈嘅力量，所以不論你只係為咗興趣啦，又或者係希望成為一位專業嘅塔羅占卜師，我哋嘅課程都歡迎你嘅參加嘅。咁我自己本人相信咧，每一張塔羅牌其實咧都具有獨特嘅意義嘅。咁而我嘅課程咧就係希望能夠幫助你建立一個穩固嘅解牌嘅基礎。只要你咧去理解每一張牌佢背後嘅故事同埋佢嘅能量啦，咁無論你將來係想以塔羅作為自我探索啦，或者係心靈輔導啦，甚至乎係職業占卜等等咧，都能夠更加容易咁得心應手嘅。咁課程嘅初班同埋進階嘅話咧，都係以網課嘅形式進行嘅。咁由淺入深啦，循序漸進啦。咁報咗名之後就可以即時咁樣觀看教學嘅視頻噶啦。咁亦都係冇時間限制嘅，咁可以無限次咁睇，能夠加深學習嘅記憶嘅。咁咧係特別適合一啲咧工作好繁忙嘅同學。咁同埋咧高級嘅塔羅占卜師培訓證書班嘅話咧，就會以面授嘅形式去進行噶。咁希望咧帶你進入去實戰嘅演練，全面咁樣裝備自己成為一位嘅專業嘅塔羅占卜師嘅。咁所以嘅話咧，而家你就可以踏出你嘅第一步，讓我哋咧一齊走入去塔羅嘅世界，開啟屬於你嘅靈性旅程噶啦。咁如果咧大家係想了解更多嘅話咧，歡迎去瀏覽我哋 Flower Spirit 嘅網站，去詳細咁樣了解一下課程嘅內容同埋報名嘅方法。我期待同你結緣，一齊去探索塔羅嘅智慧同埋力量。